歡迎你哋，大家好，好高興又嚟到 C 嘅 channel。咁咧就今日咧同大家講咧，即將葡萄牙咧發生將舉行嘅大選之前咧，兩大政黨嘅領袖咧點樣咧互相開火嘅。咁啊，葡萄牙領袖咧辯論咧火藥味咧就非常之濃喎。咁呢場期待已久嘅辯論咧，係 Cavavelos 嘅 Nova 嘅大學舉行啦。原本咧係星期一進行嘅，咁但係因為全國停電嘅事件咧而延後嘅。咁一開始咧，現任咧我哋嘅總理咧 Montenegro 咧就話政府嘅停電咧反應非常之超速，冇人受傷。但係社會黨咧領袖咧就山道士咧就批評對於話應對咧係非常之混亂嘅。如果咧由佢做總理嘅話咧，一早已經啟動內部安全嘅系統。咁啊，經濟政策方面咧，山道士話咧，AD 咧即係佢哋對面嘅政黨咧嘅計劃根本就係幻想，指控 Montenegro 喺選民面前講一套就做一套，而係咧真實咧就係完全唔同嘅。咁 Montenegro 咧就反擊話 PS 計劃都唔認真，指出咧山道士咧處理機場嘅項目咧表現無能咁話。山道士咧話 AD 咧嘅醫療嘅改革方面咧完全失敗。例如咧，家庭式醫生咧承諾無法兌現，而 Montenegro 咧就話改革進行中，仲話咧左派嘅意識形態咧阻住合作。退休金方面咧，PS 嘅話 AD 一直咧私有化打算，AD 就否認咧有即時改革打算。話咧咩都要有新授權先至會推和。有關咧 Symovia 嘅公司嘅醜聞咧都成為焦點，即係呢個係Montenegro 嘅公司啦。咁呢間公司咧被指咧與 Montenegro 有關聯啦，係佢依家個仔咧就做 director 嘅。咁山道士咧話佢利用政治人物得益，而 Montenegro 都強烈否認，話冇任何嘅經濟嘅得益嘅。山道士話咧 AD 嘅政策咧推高咗樓價，房屋津貼咧有拖延。Montenegro 就話咧，政府已推出咧新資助同埋稅號嘅優惠，幫助年輕人置業。根據咧就大學嘅新民調啦，AD 支持率咧升到32%，比3月多咗3個百分點。PS 就跌咗26%，而右翼嘅政黨 Lega 咧已經升到19%啦，即係政治嘅情況非常之緊張。咁啊，大家都知道咧 Lega 咧係極右派嚟嘅，咁亦都非常之反對移民嘅。咁我哋咧就拭目相待。辯論最後咧，Montenegro 咧宣諭咧就選民咧選擇穩定嘅執政，而咧山道士就強調咧停止私有化，保護公共退休制度。咁其實咧兩個都係大嘅政黨啦，咁而咧我都絕對唔同意咧，係一個國家咧係變成極左派或者極右派嘅。咁但係極左派咧就最慘嘅就係咧，佢哋好想咧依家葡萄牙咧係想呼籲大家咧就多啲交稅。咁其實咧葡萄牙嘅稅收已經好高㗎啦，咁咧對未來咧呢個係個隱憂嚟嘅。咁如果中意我哋新聞嘅話咧，記得咧 subscribe 同埋我哋嘅 channel，咁就有好多葡萄牙嘅政治、移民、地產資訊咧俾大家嘅。好，再見。